點解我哋要過2個新年？其實元旦唔係節氣，佢係官方嘅新年。但我哋老百姓更加重視就係農曆嘅新年除夕。咁點解又會有元旦呢？過去咪引入呢個西方公元紀年嘅時候，民間呢紀年經常搞到人烏索索嘅，因為古代按照呢個天子即位嘅時間嚟紀年嘅，咁朝代更迭換一個人做老細係要重新紀年嘅啦。漢武帝仲發明咗呢個年號紀年，仲麻煩。佢第一個年號叫做咩呢？叫建元，用咗6年啫。第二個叫做元光，亦都係用咗6年。後嚟仲有咩元朔、元壽、元豐、元鼎一個人就用咗11個年號啦。如果佢問你喂12年前嘅邊一日，真係考起好多人嘅。咁幾時先開始有日曆啊？呢個要感謝唐朝嘅第11位皇帝唐順宗啦。佢係做咗25年嘅太子，咁但係做咗100幾日皇帝就被逼做咗太上皇啦。咁但係佢做一件好偉大嘅事，就發明咗日曆。佢將1年分為12冊。每一冊嘅頁數同埋天數都一樣嘅，咁上邊註明咗呢個日期天干地支等等仲有空白嘅位置去記錄當時國家嘅大事喂，咁即係同而家嘅台曆差唔多？冇錯啦，咁而且到咗呢個月底佢檢查過冇問題之後仲會交俾呢個史官存檔嘅。呢個喺當時就被稱之為日曆啦。後嚟啲大臣就開始紛紛效仿，而且成為老百姓生活當中不可或缺嘅嘢。所以點解啲老人家叫日曆叫做黃曆呢？因為最開始嘅時候係皇家使用嘅。一直到咗1912年，中山先生推翻咗呢個帝制，向2000幾年嘅封建制度講聲拜拜。佢下令開始使用呢個公元紀年法。咁而1949年新中國亦都經過第一屆嘅一個協商會議，全體正式通過咗呢個使用國際通用嘅公曆同埋公元作為曆法同埋紀年。咁先有咗官方嘅元旦新年同埋傳統嘅除夕新年好啦，元旦到啦，祝大家元旦快樂新年新開始奔騰不息，恭喜發財。